好，这5例控就咧要教知影党的智库是要求赖清德伫就任了后，爱去立法院做国情的报告，佮要求中央修正中国人观光的限制。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就表示讲，这总统去立法院做国情的咨文，这是按照现行的机制来进行。另外，针对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讲，无人想要战争，戴文灿是表示讲，这责任就伫咧中国，若真正爱和平，中国的军机就唔通愈飞愈挖进台湾。人民期待我们监督。华考和5日控对头前国民党智库国情基金会向前总统赖清德发声，就任了后应该爱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佮要求爱重视两岸问题，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尤其赖总统要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一定要针对包括两岸种种的这些议题，每一项的明确的回答大家，不是只是办一个就职典礼。总统按照宪法的规定到立法院发表国情咨文，主动权在立法院，和平对话、对等互惠的方向来前进，要寻找双赢，就不要越飞越近。另外，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表态，两岸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基调不变，无人想要修正。特别责任海基会董事长的戴文灿认为，相关两岸无信心责任在中国。南亚智库也要求中央重视诈骗的问题，尤其这几年诈骗金额件数一直是创新高。我们的打诈的刑度，相比起南韩以及其他的国家，相对的真的是非常的低。其他的国家很可能有无期徒刑。但是在台湾呢，我们是以10年为这个上限，为这个标准。打诈问题，我们需要法律的一个支撑，好像科技侦查法啦，像打诈专法啦，而不是一味的以政治立场以这样的北京的要求来把他们的要求贯彻在台湾的国安上面。针对两岸观光经济下智库呼吁中央修正限速陆客政策，放令人数释出善意。不过，立委沈碧荣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会接触到国安机密的人员，包含民意代表纳入管制。去中国爱心报被看作是不军机条款，其他在立法院议会处理的时阵，互纳被封杀。记者综合报道。